視帝鄭嘉穎同港姐冠軍陳凱琳結婚之後生咗3個仔仔，一家5口生活幸福美滿嘅同時，陳凱琳亦都轉戰做 KOL， 成日透過社交網分享生活點滴，連帶老公鄭嘉穎嘅型男視帝人設亦都被融化，搖身一變成為住家暖男，認真羨煞旁人啊！隨住3個仔仔大個咗，鄭嘉穎兩公婆亦都多咗好多二人世界時間。日前就俾網友喺馬來西亞吉隆坡好出名嘅椰漿飯餐廳偶遇兩個人撐台腳，陳凱琳全裝上陣又 set 晒頭，一身打扮似乎係處於工作狀態。相反鄭嘉穎就比較悠閒，孭住個背囊好似跟得老公，一直都喺老婆旁邊。着住綠色 polo shirt 嘅鄭嘉穎，就算打扮咁樸素都好有星味，身形健碩，手臂又結實，而且仲有濃密嘅頭髮，引嚟唔少男士羨慕，個個都大讚呢個年紀都仲係咁靚仔，真係好彩可以偶遇鄭嘉穎高級臉，氣場強大啊！